好，又嚟到交易現場時間啦。咁港股嚟到中午咧，都係冇乜方向嘅。咁半日上下波幅只係得110點嘅啫。咁早段嚟講喺匯控拖累之下咧，跌過56點，但係長和係做好啦，地產股有追捧。咁指數嚟講曾經倒升過53點，咁上過21,733，再創3個幾月高位嘅。咁但係中午嚟講冇乜力水啦，跌翻1點。咁做21,677收。咁成交咧有301億幾嘅。咁睇埋咧就係呢個期指情況啦。8月份咧升30點，相比現貨咧就低水17點，成交有33000幾張。咁睇睇會有港股情況排第一位係和記黃埔，又係佢最威啦。咁升成咧係過百嘅，咁60蚊收。咁轉頭分析下啦 ，A50 中國基金又回軟翻，跌翻2個先。國美咧就上個星期急挫成1成2之後咧，今日就先跌後回穩嘅。咁長實方面升翻2蚊啦，咁匯控咧就跌咗6毫子嘅。咁其五隻咧，包括有建設銀行跌1仙，中移動升4毫，利豐今日炒業績升成4%，工商銀行跌2仙啦，恒基地產咧跟隨啲地產股做好，升成3%。後市點睇？聯絡到今日有專家咧，黃偉康嘅 Andrew 你好啊。你好啊。咁個市嚟講咧，上個星期都好犀利啦，升咗5日啦。咁今日唞唞正常。咁但係問題都大家想問你啦，短線仲有冇動力上22000咧？嗱，睇翻嚟講，我自己就上個禮拜就估計就去到21,500至到21,800就係一個淡倉嘅最積區啦。咁所以變咗嚟講，一定要殺一殺呢個淡倉啦，所以就會升翻上嚟呢啲水平嗰度。但係已經挨近翻去到呢啲關口嘅時候，即係21,800呢啲叫頂部嘅關口嘅時候咧，我相信就上升嘅空間就未必太大。尤其是亦都咧，如果睇翻圖表咧，你望到就話之前咧有個裂口位咧，就下跌裂口位喺4月份嘅時候咧，就嗰個底部就喺21,740點嗰啲位咧，亦都開始貼緊啦。咁所以我覺得挨近到21,800嘅時候咧，呢啲位咧，我覺得投資者都要小心啲。咁尤其是你嘅話，點要留意咧，就話整體個大市咧近排咧個上升嘅動力都係嚟自一啲即係和黃啊，或者一啲2、3線藍籌股嘅。咁所以變咗嚟講，即係反映到其實都有啲叫追落後嘅情況嘅時候咧，都叫做水尾 feel 㗎啦。咁所以要追嘅時候，投資者都要小心啲啦。所以你咁講啦，潑我冷水，但係有啲唔深識㗎。好啊，因為呢個市咧，雖然你話要咁審慎咧，應該嘅呢樣嘢嚇。咁但係問題咧，所謂炒股唔炒市啊，唔知焦點股咧，特別係提到啦，和記黃埔啦，業績好咧，繼續追捧喎，連升8日啦。咁啊高位做過咧60.3啊，近2年高位。咁啊長實高位做過咧102.7，中午都差唔多嘅高位附近嘅啫。咁啊電訊盈科咧，咁啊上個星期已經借勢炒啦，今日一度急升成9%，高位做過咧2個8毫9添啊，中午都升成半成。咁其實盈大地產咧，哇騰楞瓜騰又炒高1成嘅。咁啊究竟呢幾隻咧有冇邊隻值得追？嗱，其實如果睇翻嚟講咧，就和黃即係雖然連升咗8日啦，咁但係我自己睇翻你嚟講咧，本身嗰個即係前景咧，似乎真係有個好明顯嘅改善嘅。即係至少一樣嘢就係話佢3G 業務嗰方面，即係暫時就未做到話派息啊或者稅前嗰個盈利啦。咁但係嚟緊都好快應該會實現到㗎啦。咁啊變咗嚟講就話個現金壓力唔係咁大，即係嚟緊出售資產亦都唔需要咁急咯。咁所以整體嗰個和黃嚟講咧，最差嘅時間係過去咗嘅。咁所以我覺得如果即係個股價譬如回翻落去58蚊嗰啲關口嘅時候咧，其實長線買入咧都係一個唔錯嘅時間嚟嘅。好多謝晒你啦。咁啊，但係問題咧，講起炒業績咧，和黃即係如果慢咗咧，梗係又唔想追住佢啦。咁啊，其他有冇得諗咧？因為內銀股嚟講咧，就快派成績表啦。咁見到啲大行咧，如果簡單嚟講咧，都話第二季應該好嘅，因為好多樣收入咧都改善啦，估值又唔係話好貴啦。咁但係當然瑞銀都提醒翻話，擔心下半年呢個增長動力咧未必維持到嘅。咁但係咧，起碼短線嚟講咧，嚟緊民行啊首先公布業績先啦。冇錯。咁啊，整體嚟講值唔值得追？嗱，如果睇翻嚟講就整體內銀股第二季或者即係上半年嘅業績，我覺得就未必真係太差嘅，應該都交到功課出嚟。不過要留心就係話，大家而家會比較擔心咧，就係嚟緊佢哋個集資嘅情況。因為始終就係話好多嘅銀行咧，即係譬如而家都要面對緊可能地方嘅融資平台嗰個整體嘅貸款啊，嗰個質素有冇變差等等嘅因素啦。咁所以變咗嚟講，你喺嗰個集資壓力因素影響底下咧，個業績就未必對佢好大刺激性。唯獨是就你見到其實近排跑得最靚咧，就民行，因為佢就啱啱上市冇幾耐，集資壓力就唔大。咁所以如果你話真係可以受惠業績嘅咧，就可能民行會較為大啲。咁其他嗰啲傳統嘅內銀股，我覺得都要小心翻啲嘅。明白晒。咁啊，似乎咧就市場咧都覺得係咁喎。咁今日民行嚟講升得比較多啦，咁啊升成1%。咁當然招行嚟講都唔錯啦，21個3毫半升3毫半，即其他算係普遍都偏遠啦。咁但係問題咧，嗰啲升咧唔及呢一隻藍籌啊，咁啊就係呢個港鐵啊，咁啊近日升幅最大啊，咁啊點解咧？因為獲得咧瑞信係調高評級目標價，咁啊最主要嚟講睇33.1嘅，仲有幾蚊水位，咁就話佢股價咧就落後咗喎，地產市道又唔差，係咪可以跟住佢追咧？嗱，其實睇翻嚟講就，如果之前你見到有一眾嘅地產股咧，都叫有啲升勢啦，因為嗰個叫樓市都叫暫時雖然要瘋狂，但係都叫做好啦，大家都會覺得整體而言都會對地產股帶嚟一個刺激性喺度。咁相對而言，港鐵就變得落後咗少少。
少，因為如果你睇翻嚟講，最大嘅地主咧，其實港鐵都係其中之一嚟嘅。咁所以有個追落後嘅情況，亦都今日叫啱啱先開車啦呢個列車，咁啊應該仲有上升空間。因為但係你要留心就係每一次去到30蚊嘅關口咧，都有個壓力喺度。咁呢一次我相信有機會突破嘅，咁但係即係突破之後咧都要提防咧，就開始上邊咧嗰個沽壓都唔細嘅。明白晒。咁啊，至於其他藍籌嚟講咧，有啲今日星期嚟講，亦都陸續公布業績啦。嗱，譬如港交所啦、騰訊啦、利豐等等啦，見到圖中嗰啲都係啦。咁啊，其中估計咧，騰訊同埋利豐業績都係好嘅。咁啊，今日見到利豐又炒高啦。咁啊，究竟圖中邊幾隻咧值得追啊？嗱，如果睇翻嚟講咧，就利豐我相信個業績應該仲有個炒作空間喺度嘅，即係因為靠業績去支撐住嚟講。咁啊，但係要留心就始終歐美嗰方面咧，暫時嘅經濟數據都好參差，咁所以變咗嚟講喺個經濟數據可能反映到下半年個業績嚟講咧，未必會交到功課或者有壓力喺第一下咧。其實我相信就算炒利豐或炒業績都好啦，我覺得都要短線為主啦，就唔好話炒得太長線啦。我明白晒。咁但係有啲朋友咧就睇內地咧個航空市場咧應該繼續復甦喎。冇錯。咁啊，見到今日啲航空股走勢唔差喎。咁啊，譬如東航咧，其實升過咧接近3%嘅。咁啊，當然中午嚟講咧，就喺1年高位之後咧，就係回順翻升4個先。咁但係國泰嚟講，上個星期回一回咧，又升3%喎。航空股得唔得？你覺得？嗱，如果真係睇翻嚟講，就如果整體嗰個航空板塊嚟講咧，即係啦，整個環球個航空市場嚟講咧，即係最理想而家都可以憧憬住就係內地嗰方面啦。咁但係問題就係，如果真係炒內地嘅航空股咧，我覺得首選就應該係南方航空嘅。不過問題就短線即係始終嗰個升幅都幾急下，即係有啲部分內地航空股，所以回一回先買會好啲啦。好，明白晒。咁啊，講到好多股份啦喎，Andrew 有冇揸住喺手㗎？冇嘅。好，咁呢個時候咧睇睇啦，紅籌國企指數走勢啦。咁啊，走勢嚟講個別發展啦。紅籌指數嚟講微跌10點嘅啫，咁啊國企指數靠穩啦，升1點，12162點嘅。好，多謝 Andrew 啦，下晝3點0再見，拜拜，拜拜。